各位朋友，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早上起床时，膝盖僵硬得像生锈的门板，弯腰捡个东西，腰就痛得直不起来。走在捷运站里，突然一个踉跄，差点跌倒。这些症状不是单纯的老化，而是你的身体在发出警告。想象一下，我们的血管就像高速公路，关节就像交流道。当车流顺畅时，一切都很美好。但如果长期塞车，道路失修，最后会发生什么？整个交通系统会瘫痪，你的车会抛锚在路边，动弹不得。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，当血液循环变慢，关节失去润滑，肌肉失去弹性，几年后，你可能就得停在路边，再也动不了。但这不是年纪的错，真正的原因是我们失去了5个原始动作。这5个动作是我们与生俱来的能力：深蹲、旋转、支撑、爬行、转动、髋关节。婴儿时期我们做得轻松自如，但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做得越来越多，动得越来越少，身体就渐渐忘记了这些动作。结果呢，身体失去灵活性，关节开始退化，跌倒的风险大幅增加。请你把这支影片看完，因为只要漏掉一个动作，你可能会失去10年的健康。今天我要教你如何找回这5个动作，让身体重新启动，像年轻时一样灵活。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你的年龄和居住地，让我知道谁正在和我一起踏上这趟健康之旅。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认真看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；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：你的血液就像一列列载货的火车，关节就像火车的轴，承韧带和肌腱就像连接车厢的链条。当火车缺乏润滑油时，车轮会卡住，行驶不顺。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。当你长时间久坐，血液循环变慢，关节液分泌减少，肌肉和脂肪开始僵硬。这时候，身体就像一辆停在车库里多年没发动的老车，想要再次上路，就得先把引擎重新启动。而这5个原始动作，就是你身体的润滑油。它们分别是深蹲、旋转、支撑、爬行、转动、髋关节。这5组动作涵盖了身体所有主要的运动模式。但现代人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失去了这些能力。我们做捷运、吃素食、低头滑手机，身体逐渐失去了这些本能的机制。我在诊所看过太多这样的病人，他们来找我时常常说：医生，我的膝盖痛是不是退化了？我的腰痛得厉害，是不是长骨刺了？其实很多时候不是真的病变，而是身体忘记了如何正确的动。今天我们要重新学习这5个动作，它们简单、安全，而且能让你的身体重新找回年轻的感觉。不需要去健身房，不需要买昂贵的器材，只要在家里用10到20分钟，就能让身体重新启动。准备好了吗？让我们开始吧。很多人一听到深蹲，第一个反应就是医生，深蹲不是会伤膝盖吗？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。你有没有注意过，在台南或新北的传统市场里，那些年长的摊贩，他们蹲着吃早餐、聊天，一蹲就是半小时，膝盖却好得很。为什么？因为深蹲本身不伤膝盖，伤膝盖的是你长期坐在椅子上，让关节失去了活动的能力。深蹲是人类最自然的姿势之一。我们的祖先没有椅子，他们蹲着煮饭，蹲着休息。深蹲能够打开髋关节，活化膝盖周围的肌肉，促进血液循环。现在让我一步一步教你如何做深蹲流动。这是专门为50岁以上的朋友设计的安全版本。第一步，双脚打开与肩同宽，脚尖微微向外。第二步，
慢慢的往下蹲，保持背部挺直。想象你的背后有一张隐形的椅子，你要轻轻坐下去。第3步，如果你觉得不稳，可以用双手轻轻扶着桌子或椅子的边缘。第4步，当你蹲到最低点时，轻轻地左右摇摆，让髋关节打开，感觉就像在活动一扇生锈的门板。第5步，慢慢站起来，同时身体向前倾，双手摸向脚尖，伸展大腿后侧的肌肉，重复3到4次。记住几个重点：呼吸要均匀，不要憋气。膝盖可以稍微超过脚尖，这是正常的。如果脚跟离地也没关系，这代表你的小腿肌肉还需要时间适应。这个动作是第1步，它能帮助你的身体重新记起如何自然地弯曲膝盖，就像你年轻时那样轻松。如果说深蹲帮你打开髋关节，那么穿越踢腿就是唤醒你旋转身体的能力。这是我们在做办公桌时最容易失去的功能。想想看，你一天有多少时间是坐着的？早上坐车，上班坐办公室，回家坐沙发，身体长期保持同一个姿势，脊椎和髋关节之间的连结就会变得僵硬。穿越踢腿这个动作能让你重新找回旋转的能力。现在让我教你怎么做。第1步，采取4足跪姿，双手在肩膀正下方，膝盖在髋关节正下方。这个姿势我们称为野兽姿势。第2步，将膝盖抬离地面约2公分，感觉你的核心肌群用力，就像有人在你的肚子上绑了一条紧绷的带子。第3步，将左脚向右侧穿过身体下方，同时旋转髋关节，让左脚伸向右边。第4步，换边，将右脚向左侧穿过，慢慢的深呼吸。这个动作看起来简单，但它能重新连接你的脊椎、肩膀和髋关节。想象一下，你的身体就像一台引擎，长年没有保养，零件之间失去了润滑。穿越踢腿就像是为这台引擎加油，让所有零件重新协调运作。做这个动作时，不要急，慢慢来，感受身体的每一个转动。你会发现，刚开始可能有点卡卡的，但做几次之后，身体就会渐记起这种感觉。接下来，我们要启动你身体的核心开关，让力量从中心涌出。这个动作是你身体核心力量的开关。很多人以为核心只是腹肌，其实不是。核心包括你的腹部、背部、髋部，甚至连呼吸肌都算在内。它们就像一座桥的钢缆，支撑着整座桥不会塌陷。当核心无力时，你的脊椎就失去了保护，腰痛、驼背、走路不稳，全都会找上门。野兽支撑，这个动作能重新启动你的核心。现在跟着我一起做。第1步，采取爬行的姿势，双手在肩膀下方，膝盖在髋关节下方。第2步，将膝盖抬离地面约2公分，想象你的背上放着一杯珍珠奶茶，你不能让它洒出来，所以背部必须保持平稳。第3步，保持这个姿势20到30秒，慢慢呼吸，感受你的腹部和背部肌肉用力。如果你觉得身体在发抖，不要担心，这是正常的，这代表你的肌肉正在重新学习如何稳定身体。刚开始可能只能撑10秒，没关系，慢慢增加时间。当你觉得比较稳定之后，可以试足用右手轻拍左肩，再换边，用左手拍右肩，这会让动作更有挑战性。野兽支撑的重点不是撑得多久，而是让身体重新记起如何稳定。你的脊椎就像一座桥，核心肌群是钢缆，钢缆越稳固，桥就越坚固。现在试试看，你会感觉到身体像灯泡一样亮起来，力量从中心向外散发。你有没有注意过，小孩子爬行的时候，动作是多么协调？他们的右手和左脚同时前进，
左手和右脚同时移动，整个身体像一部运作顺畅的机器。但我们长大后就失去了这个能力，我们走路、爬楼梯、弯腰、捡东西，动作变得僵硬、不协调。爬行这个动作能让你重新找回这个本能。爬行能够恢复身体的交叉运动模式，也就是右手配左脚，左手配右脚的协调能力。这种模式不只在爬行时用到，你走路、爬楼梯，在捷运上快步移动，全都需要这种协调性。如果失去了这个能力，你的动作就会变得僵硬，平衡感也会变差。现在让我教你怎么做。第一步，从野兽支撑的姿势开始，膝盖抬离地面约2公分。第二步，向前移动，右手和左脚同时前进，然后换边，左手和右脚同时前进。第三步，保持背部平直，不要让腰部塌陷或拱起，想象你的背上一直放着那杯珍珠奶茶。如果你想增加难度，可以试试熊爬，也就是把膝盖抬得更高，或者试试蜥蜴爬，身体更贴近地面。但记住，不要急，慢慢来，让身体重新适应这一种动作。爬行不只是运动，它还能改善你的神经系统和肌肉之间的连结。当你爬行时，你的大脑正在重新学习如何协调四肢，这对平衡感、反应速度都有很大的帮助。下次你爬楼梯、弯腰捡东西，或在捷运上快步走时，你会发现身体变得更灵活了。这是最后一个秘密，也是你髋关节的重置按钮。很多人腰痛、膝盖痛，其实根源都在髋关节。髋关节是身体的枢纽，连接上半身和下半身。当髋关节僵硬时，其他关节就得承受更多压力。这个动作能够比试放宽关节的紧绷，让你站起来、坐下去都更轻松。想象一下，你家的门用了10年，铰链开始生锈，发出嘎吱声，开关都不顺畅，90%髋关节流动，就像是为这个铰链上油，让门重新转动自如。现在让我慢慢教你。第一步，坐在地上，右脚在前，左脚在后，2只脚都弯曲成90度，右脚的小腿朝左，左脚的小腿朝右，形成一个90%的姿势。第二步，慢慢的将身体旋转向另一边，左脚变成前脚，右脚变成后脚。深呼吸，保持动作流畅。第三步，当你转到另一边时，试住将髋部抬离地面，停留3秒，然后慢慢放下，每一边重复5到6次。这个动作的关键是呼吸和放松，不要用力硬搬，让身体自然的转动。你会感觉到髋关节周围的肌肉在伸展，特别是臀部和大腿外侧。做完之后，站起来走几步，你会发现步伐变得更轻盈。90%髋关节流动能够启动你的臀部肌肉，减轻下背部的压力。它还能改善你的深蹲能力，让你更容易蹲下站起。当你把这5个动作结合起来，你会发现身体真的年轻了。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陈美玲46岁，在台北一家公司当行政人员，她每天坐办公室，一坐就是8小时。2年前，她开始感到腰痛，尤其是坐捷运时，每次站起来都得扶着扶手，否则腰就痛得直不起来。她来找我时，眼眶都红了，说：“医生，我才40多岁，
怎么感觉像70岁的身体？我检查了他的状况，发现他的髋关节非常僵硬，核心肌群几乎没有力量，深蹲时膝盖和腰都无法协调。我告诉他，美玲，你的身体没有病变，只是忘记了如何正确的动。我教他这5个原始动作，请他每天花15分钟练习。2周后，他回来复诊，脸上带着笑容。他说：“医生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可以弯腰穿鞋子，不用扶着墙了，而且坐捷运时站起来也不会痛了。”我看着他，心里很欣慰，身体只是需要被重新教导他原本就知道的事。美玲的故事不是特例，我在诊所看过太多这样的病人，他们都是因为长期久坐、缺乏运动，让身体失去了基本的活动能力，但只要愿意花一点时间，每天练习这些简单的动作，身体就能重新找回活力。不要等到痛了才来找回活动能力，预防永远比治疗更重要。现在就开始，让身体重新启动，让自己多拥有10年、20年的健康人生。如果你想要持续进步，让身体真正改变，我建议你给身体7天的时间，重新建立这些动作模式。这个计划非常简单，每天只需要15到20分钟，不需要任何器材，在家就能做。第1天和第2天，每天早上做深蹲流动，3组，每一组5次，感受关节慢慢打开，膝盖重新找回灵活性。第3天和第4天，加入穿越踢腿和野兽支撑，总共10分钟，你会发现核心开始有力量，身体的协调性变好了。第5天，练习爬行，40秒位1组，做3组，让身体重新学习交叉运动模式，改善平衡感。第6天和第7天，专注在90%髋关节流动，每一边做5次，配合饭后散步10到15分钟。整个计划的重点是持续和放松，不要急着进步，让身体慢慢适应剂，得配合深呼吸。每天晚上11点前睡觉，给身体充足的恢复时间。你可以把这个计划列印出来，贴在办公桌旁边，或者写在手机的备忘录里。每天提醒自己，7天后，你会发现身体变轻盈了，腰不酸了，膝盖不痛了，连心情都变好了。这不是什么神奇的治疗，只是让身体重新记起它原本就会的事。在结束之前，我要特别提醒几件事。虽然这5个动作都很安全，但如果你有以下情况，请先咨询你的医生，再开始练习。曾经动过关节手术，有心脏病史，高血压控制不稳定，或者有严重的骨质疏松，安全永远是第1位，进步是第2位。如果在练习过程中感到头晕、胸闷，或者关节有剧烈疼痛，请立刻停止，不要勉强。你可以把动作分成更小的幅度，慢慢增加强度。记住，运动是为了让身体更好，不是为了逞强。不要因为害怕而停止活动。真正让你变弱的，不是活动本身，而是停止活动。我们的身体天生就是要动的，只要方法正确，循序渐进，每个人都能找回年轻时的活力。
让我们再复习一次这5个动作：深蹲、旋转、支撑、爬行、转动、髋关节。这5个动作涵盖了身体所有基本的运动模式，它们简单、安全，而且真的有效。最后，我想请你做一件事，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把它分享给你50岁以上的亲友，他们的身体也值得顺畅运转更多年。健康不是一个人的事，而是一家人的事。让我们一起动起来，让身体重新找回活力，享受更长久、更有品质的人生。谢谢你看完这一支影片，我们下次见。